陛下，在下有疑问，陛下可能回答。说说看。若一个身穿铁甲、手握利剑的士兵，与50个老弱病残决斗，谁胜？数量过于悬殊，肯定是50人胜。陛下，请看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一个接着一个敲，难道是想把石头敲碎不成？再多的鸡蛋，也敲不碎这石头。以卵击石如何能成？是啊，以卵击石，如何能成？陛下，家禽尚且护子，您是打算用百姓的命去以卵击石吗？陛下，与其全民皆兵，以数量战胜北列，何不好好想想如何打造一支所向披靡的精兵，以功绩取胜？